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7章。所罗门起家己的宫殿起13年才完成。伊阁去黎巴嫩林宫，长44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13公尺半，有片香茶的条4纸，条顶有片香茶的娘。内面有45支条，每纸15支，顶面用片香茶嵌底。阁有窗仔门3纸，窗仔甲窗仔相对，拢总有3层。所有的门甲门屉拢是四方，有窗仔门3纸，窗仔甲窗仔相对，3层拢是安尼。伊阁去有挑的大厅，长22公尺，宽13公尺半。挑的头前有走廊，走廊有用挑土地的天棚。阁去王位的厅，就是审判厅，王伫遐审判案件。这厅的地板对这边到迄边拢铺片香茶。所罗门伫厅后面的埕起一间家己大的宫殿，起造的方法相款。所罗门另外为伊的某法老的查某囝起一间甲这间厅相款的宫殿。这个宫殿对地基到壁顶，对外面到大埕，拢是用贵重的石起的。这个石照寸尺拍好，四面用锯仔修整过。地基是用大地贵重的石，长有的3公尺半，有的4公尺。顶面有照寸尺拍好贵重的石，嘛有片香茶。大埕周围有拍好的石3层，片香茶1层，拢甲上主圣殿的内埕以及殿的走廊相款。所罗门王派人对太尼请荷兰来，伊是拿弗他利支族一个寡妇的囝，伊老爸是太尼人，是拍档师傅。荷兰真有智慧、聪明甲技术，熬拍逐项铜器。伊来所罗门王遐，做王交代伊一切的工。荷兰铸造2支铜条，逐支悬8公尺，条的周围5公尺30公分。搁用铜铸2个条斗系伫条顶，逐支条斗悬2公尺20公分。2支铜条顶面的条斗拢有挂7组一目一目的网仔，甲一圈一圈的链仔。搁做2撮射流，围伫网仔的周围，来装塌条顶的条斗。2面条斗拢是安尼。走廊条顶的条斗悬1公尺80公分，有刻百合花。2边铜条的条斗，我网仔边碰圆的所在，拢有射流200粒为底。伊徛2支条伫圣殿的走廊，正边迄支叫做雅君，倒边迄支叫做波阿斯。条顶有刻百合花，安尼做条的工程就完成。荷兰搁铸一个圆形的东海，深2公尺20公分，直径4公尺40公分，
周围13公尺20公分。东海的屯下面有浮仔为地，每45公分十粒有2排，是驻东海的时常时住的。东海安置12只东牛的顶面，3只往北，3只往西，3只往南，3只往东，牛尾往内面。东海的高度7公分半，伊的臀亲像飞的臀，形亲像百合花，会当跟4万公升。互咱搁用铜制作10个喷座，逐个座长1公尺80公分，宽1公尺80公分，悬1公尺30公分。逐个座四围拢有拄棒斗伫地面，拄棒有驶牛甲基路伯，驶甲牛的顶面甲下面拢有浮出来的花环雕刻。逐个座有4个铜链甲铜的车链心，座的4骹拢有架，架注伫盆的下面，四边有花环的雕刻。座对内面到顶面深45公分，伊的喙是圆的，直径66公分，阁有雕刻。座的肚是四方的，毋是圆的。4个链伫肚的下面，车轮心甲座相连，逐个链悬66公分。链的形状亲像战车链，伊的车轮心外圈子甲内悬拢是铸的。座的四角有4个架，架甲座连做一个。座的顶面有圆的箍，悬22公分。座的顶面有凸管甲肚棒，拢甲座连做一个。凸棒甲肚棒顶面的空位有刻基路伯驶甲棕树，四围有刻花环。依照同款的做法铸10个座，寸尺形状拢相款。互咱搁做10个铜盆，逐个盆直径1公尺80公分，通底800公升。10个盆座的顶面，每一个座下一个盆。遐个座5个下伫圣殿的南边，5个下伫北边，东海下伫圣殿的南边。互咱搁做盆、tú仔甲碗，安尼互咱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2支条顶碗形的条斗，嵌碗形条斗的网仔，400粒射流分做2边，一边2排，安伫2领嵌碗形条斗的网仔。10个盆座甲座顶10个盆，一座东海下面12只牛。盆、tú仔甲碗，以上遮个器具，拢是互咱为着所罗门王起上主圣殿用光亮的铜做。遮个器具是王伫约旦平原用苏格甲撒拉但中间的黏土做模铸造的。因为铜做的器具伤多，
所有文就拢无计称，铜的重量无度计算。所有文搁做上主殿内所有的器具、金坛、摆献祭的饼的金桌。内殿头前的灯台正边5个，倒边5个，拢用纯金做。灯台的火顶叶仔嘛用金做。灯台的杯、灯芯的剪刀盘、放香的撇仔，甲放火炭的盆是纯金做。上内面至圣所的门甲正殿的门的门钮拢是金的。安尼，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主圣殿的府库。